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11月21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中央气象局估计讲，风台虽然会渐渐经过台湾东南边的海面，不过要发海上警报的机会是有较低。高雄一间金仔店伫咧网络，互人客要求讲送货到地现场付款，结果去到位所有人出来抢，损失将近30万。台北市信义行政中心招标，南山人寿这间公司摕到50年的地上权，总价标价159亿外。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轻度的风台风昨结起来了。目前咱大家上较注意就是风台敢会去影响到台湾。中央气象局估计讲，虽然风台会渐渐接近台湾东南边的海面，不过若是按照现时的方向一直去，要发布海上风台警报的机会是真低。因为知影风台的骹路有较偏东边，气象局就讲，若继续安尼行无改变者，是未发布海上警报。啊，毋过风若继续较往西边来，下晡到尾暗这旁，嘛有可能发布警报。啊，因为风台的影响，气象局今日嘛针对台北、新北、基隆和宜兰发布大雨特报。自下晡开始到明仔载的中昼进前，风雨是上介密，敬请北部和东部的观众朋友都要特别注意甲斟酌。咱嘛赶紧来关心香港理工大学，幼园是由警方团围住，连记者要出入都管制甲真严。到昨暗按起来，经过警方登记甲逮捕的人数已经有1000人。理工大学校方这边嘛掠讲，学校内底即阵有成百个人。咱公司的记者就亲目睭采访到，这个伏面抗议的人数脚步震动，人看到嘛已经真虚。内底佫有人讲有想要行出去，啊，毋过佫无法度下定决心。理大头前的马路已经完成清理，不过行入去校内，满地拢是粪扫。敢若经过一场战争，港警封锁理大6天，陆续有上千人已经离开校园。校方估算应该有100人搁伫内底。来到进前示威者人数上侪失同，记者爱非常细腻动作，尤其是把手机揢起来。即马多数的示威者拢会伫即搭所在来出现，因为这是食物件甲休困的所在。不过这个所在非常敏感，你袂当凊彩揢手机起来翕。拄啊，就是甲手机揢起来，有一群示威者就围过来，要求你爱马上甲手机藏来。一早有袂少示威者甲面暗起来，伫校园内底行来行去。经过的时阵会甲人拍招呼，但多数无愿意接受采访，嘛直接要求记者袂当靠近，因为校内食物愈来愈无，听得出来多数的人毋若忝，讲话嘛真虚弱。一个留守6天，承认家己伫要无体力的查甫同学讲，真正想要出去，但心内又搁真丢毒。你想出去吗？我想啊，我当然想出去啊。那不是警方有说，就是走出去登记就可以出去，你为什么不选择这个方法？那个是自首，我有考虑过的。会觉得这样代价很大吗？留在这里？对的。有人毋知影要哪做较好，嘛有人坚定要留到最后。一个无愿意入境防翕的示威者，身上有几10个赖打，全副武装，随时亲像要冲往前线。港府指控理大已经互变成兵工厂，世界当看到化工原料甲制造汽油弹的材料。校方一直抗议家己行出校园才会当确保安全，但另外一方面，学校外面警察一层一层守条的，用尽办法，就是要互校内抗争者有失嘛歹背。记者林文王行中张主家香港报道。下晡上界新，观众朋友，咱紧来关心中昼12点半即下昼，台南永康一间加工厂发生除高机跌死2个工人，跌到2个工人的意外，一个过身，一个受伤，救护人员嘛赶紧急救，送永康基美病院。到现场之后啊，那现场这个堆高机翻覆的意外，那伤者有2名，那1名为一个工人，那有堆高机的上端处啊，翻覆的地方压到。那整个人呈对折的状态，那整个躯干骨折的部分在它的下腹，那骨盆，那前腹的地方有大面积的撕裂伤，有一个开放性的骨折，那左大腿外翻，那整个人呈现欧卡的状态，那我们给予施予急救之后，上救护车送医院。中昼伫咧台南永康发生这桩工程安全的意外，
拍算是工厂内对高机变过去，造成一个轻伤。另外一个88年厝的外籍的劳工现场就无开，心肝命骨定去，救护人员到地就赶紧送去永康基美病院。警方嘛即时封锁现场，目前详细事件发生的原因还佫伫咧调查当中。台北市长郭文铁带台湾民众党要拼国会席次，昨伊批评讲，真侪伫咧推动台独运动遐个人，规家口啊拢蹛伫咧国外，即句话就已经惹起风波。还佫批评讲，创办社会民主党的范云教授去拜民进党的不分区，就是互人买收，嘛逼甲范云出面甲应讲。当即届市长要选举进前，郭文铁才找人甲架声，讲要聘请伊做副市长咧。毋过早起郭市长讲，那范云即个话是无影。台北市长郭文铁带头的台湾民众党积极抢击2020的立法院，以上阵民进党这一天甲批评讲台独是骗子，再去参加电竞活动的时阵，佮表明讲伊个是不满气红抹红。我最讨厌人家给人家抹红了，那什么的。我跟你讲，我们是很务实在处理这个要怎么解决，不要每天给他戴扣帽子。你扣帽子有时候不高兴，我就可以砍回去。全家都移民纽西兰，那每年在台湾办募款餐会，有时候看着就台独募款餐会，我看着就不收钱。对民进党副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主张家己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去互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呛声讲这是欺骗。郭文铁无愿意加讲，加强调讲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是无正常。郭文铁一时啊批评台独，一时啊更骂前社民党主席范云，讲伊列入民进党不分区名单是互买收，引发范云变消息来回应。柯市长这样说踩到了我的底线哦，所以我昨天晚上就说出，柯市长在2014年和2018年都曾经派人来邀请我担任他的副市长哦。应该去问他，去追问他说，你说那个中间人是谁？我顺便查一下，我们旁边是谁在当掮客，还是当什么？还是只有3个可能嘛？一个他被骗嘛，一个他说谎嘛，还有一个是妈祖托梦嘛。郭文铁因为嘛应该无客气，颠倒问讲送是看线的人，2个人互相呛声。柯市长不能够对人跟事如此的双重标准哦。那愿意跟他合作的，就是政治找回自己的良心；那没有跟他合作的，就是出卖哦，就是利益交换。被收买就被收买，啰里吧嗦干什么？你党都没有了，你还啰嗦什么？敢是认为范云背弃家己的选民，郭文铁要讲哪唔讲，最后伊用公司合并改组来形容，这是定定有的代志。记者台北综合报道。再来看民进党副总统的参选人赖清德，早起倒转去伊捌做过2届市长的台南市，替去年才拄补选掉，随着要搁拼连任的郭国文徛台助讲，现场众人嘛真介欢迎。不过人问起讲，国民党副总统的候选人张善政咧调伊台独的立场，赖清德这回是无搁加背回。啊，怎样？没有那个，其实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啦，哦，就没有再重复。其实我关心的是他的健康啊，啊，因为其实国人对蔡英文总统的支持，其实很多也是源自于对他健康人权的维护啊。那我们希望他的健康呢能够好好照顾。目前前任的总统陈水扁已经有签甘愿意，要来做一边一国行动党不分区立法委员的提名人。虽然照法律规定，陈前总统因为贪污的案件判刑确定，是袂当登记做候选人。不过人问起赖清德这阵消息的时，伊只有是讲家己上界关心的，就是阿扁总统的健康问题，剩的拢无搁加表示。咱嘛来看新党早起公布不分区立法委员提名人的名单。早前捌做过立委的区议叶头旗，另外国民党这边面，今日早起是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詹明忠，带因不分区的提名人去中选会要登记。因家己党内副总统的参选人张善政，所以一直讲政党票无的确爱转予国民党。詹明忠委员是讲，伊会甲当作善意的提醒。我在新党，我的战斗力爆棚，台独分子，民进党。后悔了吧？一开嘴就对民进党呛声，确定排新党不分区立委名单第1位的区域，也佮加20下晡，韩国瑜主动卡互伊的记录登出来，讲韩国瑜对新党提出来的名单是介祝福，新党集中火力挺韩国瑜，目标就是要互蔡英文倒。民进党极图
会带来急统。我们是追求和平统一，所以我们才会推邱毅教授，为台湾社会的安全、安定、富庶，以及我们所要的公平正义，我们是宁死不屈的。行动不分区立委名单日一公布，头一位区域，第二位正汤园县观光行销局长陈丽玲，第三位药师公会全国联合会正式执行长심彩英。那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詹明忠也带领不分区提名人到中选会办理登记。针对国民党副总统参选人张善政，唔那一届讲政党票唔免转给国民党，伊也做出回应。我不觉得他有这个意味，不过谢谢他的指教，我们会认为是一个善意的提醒，我们会转为我们努力的动能，为国家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选战剩50天，国政党第2日也小连线到中选会办理不分区立委的登记，拢杀出战斗团队，要拼更较侪不分区立委的席次。记者阿敏珍、周凌雄台北报道。来讲中央选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条件，今日去到立法院专题报告。选民人若无伫咧户口登载的所在，敢有法度用通批、用网络，也是拨款步数来补数即个不在籍投票规划进度。针对陈水扁前总统签甘愿意接受一边一国行动党提名这战，陈副主任嘛强调讲，倒若犯内乱、外犯、贪污这个罪，判有期徒，执行也袂煞的人是袂当登记做候选人。前总统陈水扁确定接受一边一国提名参选不分区立委，引发讨论。中选会副主委陈条件21到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对无在籍投票的规划进行专题报告。面对媒体，陈条件表示会依法审定，暗格嘛强调依法若是判有期徒刑，也被执行线的人无法度做候选人。审定的标准就是选罢法26条的规定，例如判处有期徒刑、刑尚未执行或尚未执行完毕者，依法是不能够成为候选人的。陈水扁的代志，陈条件无愿意讲互死，那陈水扁后生讲市议员陈志忠正正伫玉山顶电视台度机啊。内政部官员讲，国家公园不是第一摆拄到这款代志，都是要过去标准处理。这个就交给我们营建署国家公园那边去做认定跟处理，因为国家公园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相关案例，那他们自然会依照他们的过去的标准下去做处理。对无在籍投票规划，国民党立委质疑中选会唔捌提出相关草案，是空嘴保之。陈条件表示，会伫明年大选结束了后，半年内会启动研议公投无在籍投票法草案的相关作业。我们会在选务办完之后半年内来提出这个。半年内公投法相关的不在籍投票的法律规定草案你没有提出来，你就失言你就是这个食言啦。对台中希望政府推动无在籍投票，这是叫民进党立委质疑。无可能伫中国有地点会当投票。陈条件表示，包括平地原住民甲未定公职人员选举，目前拢是全国做选举区，交一张选举票，若是采事先登记的移转投票，应该会使。记者综合报道。生活的报马啊，咱来讲有个厝人，两个翁仔某拢咧食头路，加在讲幼囡仔都有去抽到公立的幼儿园，毋过上课上到4点，嘛是着搁继续寄点学校。但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这个团体调查，因就发现讲，无共县市伫咧规定公立的幼儿园下课了后，幼囡仔要搁继续留的办法。无论讲家长爱补贴的金额、老师的俸禄，甲学校安排骹手的人数，拢嘛无相共。讲起来是全国拢无一致的标准。就要到3天，翁仔某拢伫食头路的人入境。公立幼儿园4点了后嘛有开照顾班，毋过全高总调查了后发现，各县市课后留落来条件无共款，敢若用收费来看，伫咧无补助开班的县市，每一班收满15个人来算，若是敢若一个囡仔来参加，一个月钱就要甲25000块。若是收满15个人，一个人敢若需要1600块，所以互无法度负担的家长，敢若会当选择卖参加。现在台北跟桃园都有在做，就是1个学生读课后留园，跟15个学生读课后留园，他们统一收费，比如说1天就是多交100块，那我就算1个学生读，我1天还是交100块。照教育部的办法，公立幼儿园课后留落来10个人才会当开班，毋过有的县市5个人至10个人就会当开班，嘛有县市1个人就开班，佮加上补助的规定无共款，有真侪制度。
而且用教保人员的钟点费来看，全国平均伫咧300至400，部分县市捌加到260块。若是讲外包互受分过的老师，佫捌出现过1点钟的薪水，干那153块的状况。我今天要你限时开办，那我如果学校要开办，第一个我钱就要降低，所以有些县市他会要求老师自己砍自己的钟点费，把你的钟点费调低，让学生可以来。全教总认为，家长的需求甲教保人员的权益，政府拢应该照顾。建议教育部制定全国统一的开办，还有补助的办法，尤其是作业要点应该定好清楚，袂当超过幼儿教育甲照顾法内底所定的一个老师10个学生的比例，才会当维护品质。记者综合报道。有影一个国家各县市制度无相像，各种情形真侪呢。伫教育方面，花莲县各中各校因为拢无去按着冷气。无论先生咧教课，还是学生咧上课，有诶拢发觉流汗闪电，甚至讲嘛捌有学生囡仔热甲掉沙昏去。当花莲县家长协会和教师会2个团体，都特别前往县议会去တင်情，佮望县府会当开始编预算，一年一搭，赶紧就去按。这是花莲市区中正国小无空调教室的资本上课就真小段，加上6月初6大地震了后，要加强建筑，有一半的窗门拢封起来。老师甲学生伫教室内底，亲像咧洗三温暖。早上日照的时间一直到下午都很长，所以即使开了电扇，那个电扇吹下来的风也都是热风。这样子会不会影响到你上课的情绪啊？因为很热。有时候会，就很热坐不住。花莲县的各中小学大部分拢无冷气，热天时阵，各学生捌伫教室内底昏倒。教育部已经伫108年7月份，将冷气来做教室基本设备。家长协会甲教师会都去议会တင်情，希望县府会当脚步较紧的。我们只希望给我们冷气设备，给我们电力改善。我们不敢跟你们要求，我们要你支付电费。我算一下哈，我们1个月平均小费一个月100块，如果可以跟台电谈契约容量的话，可以降到5块钱以下1度电。毋过花莲县会财政困难，伫小组化了后，毋是所有学校拢有遮侪学生，该当先做调查，等年变预算。若是讲未来要到冷气，学校会有摆先后。在还没有完全补足各校之前，我们也会协助学校在防水隔热或者是遮阳板的这部分呢进行协助。目前全台学校的冷气，台北市、嘉义市、金门县、连江县拢有装，其他县市嘛分3年会装好。花莲县议员建议县府委外民间业者来装太阳能板。除了早日头，买单位电费花贵金来买冷气。记者综合报道。不过，桃园市的学生囡仔是烦恼讲上下课坐公车真费气，原因就是桃园市交通局打断伫咧实施市内公车坐一逝，市府补助一逝优待，人客运转量嘛一年对咧增加。不过因为起落车咧有迄张卡片的机台，是敢若设伫咧头前门，司机伊也位边啊迄搭，而且会讲上下班时间车顶车卡拢挤甲吵。当道市员要求讲市府爱赶紧改善。桃园的公车有700多台，其中价底盘的车342台，有前后门，但是前后门有装视图卡机的比例只敢若65.6%。民众就反映，公车司机开前门无开后门，上下班的尖峰时段，乘客上落车全部拢客做伙。议员是要求交通局爱改进。刷卡机都是建置在前门，巅峰期的时候，很多人都挤在那个车门口，那是不是说把我们的单机改成双机，就是前后门都装置那个刷卡机？议员肯定交通局实施市区公车买一送一，坐车优惠有效果。107年度比106年成长137万人次，今年的运量嘛有5%至10%的成长，但是认为敢若当对头前门上落车无法度分流乘客，较容易造成车班满分。低地板的公车都要开启前后门。那在明年的话呢，我们希望能够推动到80%。那么在110年的时候，我们希望全面性的整个低地板的公车都能够有开启前后门的一个刷卡的服务。针对公车业者烦恼部分乘客走票怎无爱开后门，引起民怨。交通局表示，会调向增机率8%来执行。同时间，嘛要求运将爱落实前后门一定爱开，嘛建议将走票改卡费对18块提悬到60块。另外，有运将烦恼讲有视线死角，民众对后门落车有安全上的疑虑。机关嘛呼吁交通局爱量早建立公车专用道。记者综合报道。
今日关心经过网络买卖货品来犯案，又有新的部署。高雄一间老牌金仔店近来嘛开始趁时行，伫咧网络开店做生意。所有人客要求讲，都要送货到地现场付款。结果货品送到位，都有人出来抢，一个损失就是将近30万。警方已经成立了一名嫌疑犯，嘛证实讲正就是这群人，甲这间金仔店设局拔旗骨的。货运人员来店里，甲要送货单搭伫咧已经装金仔的客面顶，这挂金仔价值超市30万，是一个家己讲伊是姓叶的查甫人，透过网络向店头来订的，要求业者甲伊送去台中市的北屯区。啊，毋过回到台中了，才要送去指定的地址，就出现一个牙青的歹徒指定要银楼配送的这3件货，了后就甲这物件抢走。出货前呢，他临时就变卦了。他说他担心我们是诈骗集团，他不敢汇钱给我们。那我们店家是以客为尊了哈，所以后来就遵照那个消费者的意愿，好，所以就用黑猫仔即便货到付款。业者讲，本来店里接收网络买物件，就爱先收定金。啊，毋过这查甫人讲，伊结婚急要用，而且佫有开示信，互因相信，因才会答应讲配合汇到才付钱。啊，毋过说了要30万，怀疑讲这是新型的犯罪手法，赶紧报警察嘛。通报工业要爱注意。他跟这个银楼的业者下定，下定以后，他约定交货的地点，然后到现场去将趁这个验货的时候，将这个货物强行取走。警方早起宣布抓到一个嫌犯，嘛证实是嫌犯向业者落订了后，才过来抢的犯罪手法。啊，毋过目前还有一个人还未抓到，爱等待对方互抓了后，才会当确定落订的查甫人是谁。其他的银楼是表示，若是接收网络买物件，拢会要求先用信用卡付钱，也是 ATM 转销。确认金额入来了后，才会出货，卖当旁边发生争议。记者综合报道。财经上界新，咱来讲台北市信义行政中心招标这条案，昨有顺利标出去，是南山人寿这间公司摕到50年的地上权。总价标价159亿，过8100万，平均册就是一平744万。这也是地上权的招标有史以来开出来上界悬的价数。外界拢咧回讲南山人寿买了敢会伤贵，不过房地产的专家分析讲，这笔土地有利的条件还是未少。伫咧信义路5段面顶南山广场的边仔，这是台北市两人区的信义行政中心。这届地上权公开票收3抢1，南山人寿用每一平744万成功招标，价数嘛是破纪录的高，变做台北市地上权的新地王。因为需求在带动啊，那你供给不够嘛，这个价格是很贵啊，比如外商或企业总部等等啊，那这种需求，我想。慢慢的这个效应会出来哈。台北市信义行政中心占地面积2144平，这届公开标售的是地上权，年限50档。南山人寿用总价159.81亿招标，算来等于讲每一平爱744.34万。未来规划要起商办大楼，预计每一平租金会当有5000块。他还有享受这种所谓危老的一个容积奖励，那当然他的这个所谓地租的一个部分，因为现在地租有天花板，那他也可以扣抵营利事业所得税。当他新建完成之后，旁边的新大楼大概都已经屋龄都相对比较旧了，所以如果说是未来他的一个单坪租金，可能可以上看5000块以上的水准。信义行政中心每一平权利金底价是465万，南山人寿选用比底价高要6成来招标，外界拢认为讲南山买一个伤贵，啊，不过学者分析，最近台商登来台湾投资大爆发，需要企业总部研发中心。即马台北市信义区的商办大楼已经无够，若是讲有大面积完整的地，就会变做大家小济的所在。未来无论是地上权还是所有权，票数的价数拢有可能会继续来创新高。记者综合报道。虽然顶日国民党的立法委员詹明忠讲台商翻头登来投资台湾，回流的资金根本就是零。啊，毋过嘉义县政府当时讲，照因所了解，原来今年已经有5间台商的公司去向经济部申请要采用回台投资第2代方案。啊，因若倒转来到嘉义，毋但讲会起抢房，嘛会增加带动就业的机会。找头路的人真专心伫写资料，要准备等下面试。嘉义县大埔美工业区2月举办引人的活动，有手上的手棒也搁在起，啊，毋过已经开始伫招人才，民众嘛把握机会认真看，希望讲会当找到想要爱的工课。因为我们主要是做机械加工，那其实蛮多工具机厂也都在这里设立，那我们也就是厂商也都是南部也以南部居多啦，所以在这边设厂的话也比较方便的。蛮多选择的，就很多
都想要做做看。受到美中贸易战的影响，佮加上这几年中国的劳动环境内底，真侪企业考虑到成本的问题，小连续改向东南亚等等的地区来投资。嘉义县政府表示，今年到今总共有5间大商会流投资，其中4间伫大埔米，1间伫咧马洲后产业园区，投资的金额要到127亿。在嘉义的部分是扩厂的部分，所以他们这些他们在中国大陆也是有投资，但是他们最近就是说把他那个这个想要扩厂投资的部分是放在台湾的嘉义实际上他们的投资金额都蛮大的，那所以整个合计127亿所以基本上确实是台商加码在台湾做相关的这个投资所以绝对不是所谓报纸登的叫零元嘉义县政府表示，为着要满足大商会流的投资环境，嘉义县除了大埔米园区已经进入绿产营运以外，马洲园区嘛已经准备进入实质开发的阶段。而且透过经济部新开的中部乡公馆农场，还有水上乡南靖农场2个工业区，相信会当替大商投资嘉义解决土地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大商要倒转来投资，各项建设拢就要紧，尤其交通建设。不过，针对桃园市长期咧推动铁路地下化这条案，当有交通部聘请的审查委员咧批评讲，开甲上千亿根本就无法度回收，伊阁表明要甲审查委员这块洗头角。不过，桃园市郑文灿市长是讲，这是这名委员对桃园都无了解，因过桃园铁路高架化的进度一个前都50个月。迄是郑市长伊上任了后才照步来，积极咧推动铁路地下化的工程，尤其这是8年的建设，开这成本在郑市长咧看是有价值。最近交通部积极通过宜兰铁路高架化可行性评估，以及提出高铁往南通对屏东、往东通对宜兰的规划。不过，陆续有审查委员表出高铁南延有停驶的问题，阁有交通学者点名桃园铁路地下化开上千亿是钱窟仔。伫咧15起甲请示铁道审查委员，会造成台铁亏损继续的扩大。那成本暴增10倍，但是它的营收会暴增10倍吗？不会。15桃园铁路地下化通过综合规划，审查委员张胜雄伫咧审查会了后表态辞职，批评桃园铁路地下化的工程成本暴增，会造成台铁年年亏损。桃园市人口这6冬来增加13万人，报告指出，铁路地下化会当带来30万的工作机会。桃园铁路地下化的规划起点是对新北方面到桃园的平顶站，资本高架化的经费308亿，变做铁路地下化了后，经费达到1047.1亿，按算2028年7月通车。交通学者就批评，各大县市拢提出铁路立体化审议，铁路立体化正做全台湾的运动，嘛烦恼讲会变做地方提案中央买单。8成民意的期待，也是桃园的100年建设，对我们的都市发展。以及桃园到中壢之间的交通瓶颈都会有所注意。台北的铁路地下化所花费的成本是远高于桃园的铁路地下化。这些案子本来就都各有不同的论点我觉得都可以表示尊重。那委员也是合意志，也不是单一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委员意见我们就是表示尊重。桃园市长郑文灿指出，过去铁路高架化停止运作50个月，伊上任了后一步一步积极推动地下化。铁路局表示尊重不同款委员的意见，依照合法机制审查。行政院嘛初步认为这个案并无违反停驶，支持交通部的讲法，较暗的时阵会统一做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来看交通方面建设的前端。已经前12冬，台中市大智路要拍通这条案，经过3任市长，一再遭遇陈情甲抗争。早起台中市政府宣布讲，24号所有官人因仔拢转落去明年申请过就会开始拆除施工，拍算8月就会完工。不过今日卢秀燕市长伫咧台顶欢喜宣布，排除万难才完成这条案的当中，互人定收者的住户是拢无人到场观礼。台中市大智路和复兴路4段的大智慧学院，都伫台中火车头对外的交通要道顶面。台中市政府早起正式对外宣布，已经摕到用地，24号全部同意。我第3个鞠躬，要向我们这24位所有权人，向他们深深的表达谢意。第一个，我们追加预算，把征收的价格稍微调高虽然没有办法像市价，但是也不至于太离谱，像以前这么离谱。协议架构的方式，
和平的方式达成协议。历经11冬3任市长，大地图拍通案过6届引发激烈的真情抗争。争议的关键除了所有权人拒绝搬迁，阁有丁守的介绍和市价差伤济。台中市政府今年追加预算3亿外，已建地每一坪60多万的介绍得到住户同意。台中市建设局局长是表示，台地非学院拆迁案总预算7亿外，嘛协助所有权人和住户进行安搭甲辅导。所以最后我们在整个开辟的总经费金额里面大概是7亿元左右。相关的这些市价虽然说未能100%的达到，那所有的24户所有权人他们对这个价格也都能够欣然接受。这边是表示，台地路拍通，对过车头市周边和前后站的交通甲发展拢真有好处。甚至咱太平这个所在直接入来，咱市中心是一个足有便利的不过，台中市政府对外宣布摕到台地路的用地，按算明年、旧年了后，拆除台地非学院，8月完成台地路延伸新片工程完工。但是当地的住户无一户代表去现场，台中市建设局强调会当理解因的不满，但是已经摕到法律授权，基情未改变。记者综合报道。咱们来看高雄，高雄这一间主题区的大楼，2012年年底落成完工。原本的2楼是市场的用地。不过近来住户发觉讲，本体是说超级市场，即阵煞换说健身房、运动间。早起有上百名的住户去到高雄市议会陈情，不满讲建设公司无讲无答，就将1、2楼变更商业的用途。像1楼呢，因为它已经违法了，所以我们已经裁罚，而且据我了解已经拆除了。那至于2楼这个部分呢，目前我们还在审议中我想呢，很重要的是一定要让住户的这个声音、住户的立场呢，很清楚的表达出来。然后我们希望这个相关单位在审议的时候呢，完全依法来行政。这阵住户的陈情书由叶匡时副市长出面来接收。住户是讲，因发觉本地规划市场运用的范围。建商竟然和市府以回馈金，阁有认养公园的方式申请特别核准变更使用，到底安尼生敢有下法律规定？因也真怀疑。住户嘛要求市府在咧争端还未解决之前，未当核准变更使用这条，阁有室内装潢的许可。市府这边面是强调讲，绝对是依法行政。依法行政确实真要紧。你像讲百货公司人客真加压，尤其若周年庆的期间。人阵是特别客甲用要袂行的，为着要顾全民众消费的安全，台北市法务部办理公共安全联合稽查，当公布检查的结果，计共35间接受稽查的百货公司甲卖场，内底有2间违反建筑法，已经罚金12万，搁限期2日，就要改善完成。铁门还未落甲咧，就卡掉咧袂叮当，像即款的公共安全问题，就出现伫咧 ATT for Recharge， 还有比咧新广场，若是百货商场意外发生火灾，可能会影响民众逃生。ATT for Recharge， 它的这个防火区化的防火铁卷门无法正常的闭合；美丽新广场，它的防火区化的防火铁卷门无法正常的起降。依照建筑法的规定，分别裁罚新台币12万元。向处罚的2间业者，拢伫咧2天的期限以来解释好好。因为伫咧百货公司周年庆的期间，各大百货商场拢会有真侪人来。台北市政府因为安尼发动公共安全稽查，即届抽查35间，并且超过5000平方公尺的百货商场内底，过去捌发生囤物件伫咧防火设施边的状况，即届是无发现。防火铁卷门的下方或是排烟室等等的这些不应该堆放杂物的地方，来去违规设摊或是堆放杂物。多年的这个查核这个检查呢，大概业者都能够知道。周年庆期间的公安检查已经是真侪年，业者大部分都有警告，毋过法务局嘛是提醒民众，若是发现商场的安全门、安全梯、逃生通道，或者是防火铁门下骹有违规摆档，还是囤物件的状况，会当随时向警管处来检举。记者综合报道。若是肯改善，就还佫有机会，还佫有后度。台湾队伫咧世界12强野球赛拼到第5名，参加东京奥运的资格摕无到，机会剩明年6国抢1名的资格赛。现此时日子有确定，是明年4月初1到初5连续5天。不过这中间完全拢无休困，嘛也是大大的考验。世界野球总会昨伫咧日本开会，确定明年6色抢1色。奥运资格赛参加的6队，拢总都要对战5场，阁是要连续对战无休困。咱的对手目前所在可能有澳洲、荷兰甲中国。
因为爱连续刷前5天完全拢无休困，真硬斗。等于讲，咱就要准备5个先发投手拍头阵来应战。环境爱关心，咱来看彰化这座滨海大道才拄通车，就去互不法的人士甲废品倒伫咧车路顶悬。当经过环保局和警方追查，才发觉讲遐个粪扫是按新德县工厂遐车来倒的，尤其迄共冒要清，结果煞乌白倒，倒甲对彰化来这2个业者本身就拢无环保牌。询问了后，已经将因移送地检署要侦办咯。清洁队加紧速度，要甲这堆差不多20吨的建筑废弃物清去清去。因为这堆粪扫就贴在拄啊完工通车的彰化滨海大道河尾路段，这边的车道完全被挡掉的，车辆要经过拢要特别细腻。警方接到民众的报案，马上就调出路口感受的面来追查。我们也循线查这个监视器。立即在当天早上有发现可疑的车辆，那这一部异云车将这个车牌遮住。虽然违法倒粪扫的车辆甲车牌砍掉的，不过警方嘛是为这堆的废弃物中找到相关的基证，发现这台车所在的是新德县一位建筑工地建筑废弃物。警方甲环保局前往新德县来追查，不法的清除业者承认甲废弃物倒伫咧滨海大道。这个废弃物是由新竹的一个某清除业者，他这个分选之后委托非法的清除业呢任意载到我们和美镇的这个区域来倾倒。那后续呢，我们会移送这个行为人那就依照违反废弃物清理法46条可以处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彰化县环保局表示，新德县的建筑工地原本委托的清运业者是合法的。不过，因为该业者敢若有清运许可，并无处理许可，但是却违法进行废弃物的分类，而且该清运业者又搁找非法的下游业者来协助。警方上尾甲这2间违法的清运业者，拢移送彰化地检署来侦办。记者彰化综合报道。讲到粪扫，咱台湾人有诶真爱伫咧路边包凉诶，不过塑胶干啦、纸杯啊，有诶嘛是啉完就拼。但荒野保护协会这个团体就指出讲，咱一年用去20亿个凉水杯啊，今年因去摒扫海岸，才发觉讲海边的粪扫内底，干那为食饮料制造出来，就顶甲73%。环保局是讲，咱的目标是掠公元2025年要全面限制使用免洗碗箸甲塑胶杯啊。不管正经要实行，嘛是得爱社会有共识。为摒海沙堡回收含有粪扫建出换1,000个饮料杯啊，踏出雪人，显示彻底文化其实对环境造成严重的负担。荒野保护协会公布2019年摒海沙堡的数字，近10名的海洋废弃物有塑胶管仔的挂。塑胶管仔、塑管、渔业不当、免洗餐具、外带饮料杯啊，嘛拢伫内底。台风过后，你在海边捡到这种塑胶杯，一次性的，然后从河流冲出来的量是很大的，非常大，非常大。荒野保护协会指出，近10名有7成拢甲饮食有关系。进一步分析，杯啊、管仔、塑管才甲饮料有关系，占73.2%，甲食米有关系容器占26.8%。判断认为，民众若想尽量家己穿环保餐具、环保杯啊，就当降低海洋受到粪扫污染。环保署回应联合国已经制定目标，2030年希望全面进行免洗餐具、饮料杯啊。台湾限缩时间的大方向，嘛希望对联合国的目标进行。事实上关于这个限塑、减塑一直到无塑，这个是整个国际的趋势跟潮流。那联合国的环境大会也是定在希望能够在2030年能够大幅削减一次用的塑胶制品的使用。那我们会朝这个方向来尽全面的努力。今年7月份开始，环保署就限制连锁的素食店顶4大场所，伫内底食别当提供塑胶塑管。环保署嘛按算2025年，针对饮料杯啊、免洗餐具、塑管等100性的塑胶制品全面限用，用数量控制计效。不知道安怎进行？环保署强调，各族社会有共识甲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全台湾历史上介久的孔子庙伫咧台南府城。庙内有收藏8底清朝皇帝御书的牌匾，当当伫咧地成宫文物馆遮公开展览。这也是台南市文化资产管理处头一摆开放，予民众徛只瓦来参观这个牌匾现场整理甲复原的过程。有影是生目睭看目睭，头一摆有缀看。
修复人员提工具真细腻，甲这一寡清代古匾进行修复，一点仔都唔敢大意，因为这个古匾历史拢超过300栋。和以往不同款的是，文物修复工作过去拢是无对外开放，但是这个台南市文化局特别开放给民众参观，要让民众了解修复文物的过程。我们也很希望能够看到他们怎么修，虽然不懂啦。可是，究竟这个是平常在别个地方看不到的啊？让民众有这对文化资产这个保存的修复有这个基本的概念。这8块清代古匾自本拢伫台南孔庙大圣殿，300多年来头一届做伙摕落来展出，修复工作更加不简单。对，很清楚说它原本有坏的样子，然后我们修完过后的比较就很清楚。修复师表示，古匾因为年代真久，用的拢有必顺水分的情形。修复的过程当中，每一个部分拢要真认真，并且耐心处理，保留真实性，避免把历史的痕迹抹掉。那等于说你的一些手法其实都会抓得比较细，因为你不小心如果动掉它原本的痕迹，它就是掉，它不会再出现。所以光清洁这些动作其实都放得特别的慢，就是要好好做完它。中国本土历经文化大革命，台南孔庙嘛，因为安尼变成有当时保留上界完整古匾的文庙。台南市文化局讲，这8块古匾的展示和修复，对提升国人对珍贵文物的关注真有帮助。未来嘛举办专题导览，除了了解古匾丰富的历史，更加会传达正确的文物修复观念和意义。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我互你做参考。解文说字，300年前，孔子庙是安怎讲？上界历史悠久的，伫咧台南，正就是郑成功这个口仔上界挖靠的宰相的人才陈永华，伊伫迄当阵就开始写落去，用汉讹用台湾话，用汉文伫咧教课。陈永华是啥？陈永华正就是金庸小说内底所写的。为人不识陈近南，创始英雄也枉然。天地会首领迄个陈近南呢，毋知台南即马有樱花咯，咧甲纪念。讲就讲用台语用汉文伫咧读册，实在真侪台湾话拢交破音，一字拢有几落种音。国情举几个咧，甲你互相来探讨一下。来，你甲看讲头一句我要记的，顶牌者写3字。我相信所有咱这观众朋友看着拢会晓读啦。这3字简单啊，咱做伙来甲读一下，都食饱未啊？好，食饱未哦？你嘛晓读，我嘛晓读哦。第2排这2字咧，大国情啊，这2字你毋免考啦，一看嘛知影做食品。对呢，有影呢，都足简单呢，大家看到就晓读。换国情甲你请教，头一字甲第2字，咱即马莫读换的，咱读直的。头一字食饱未食。第2字食品的食，2字甲扣起来读直的，2字要安怎样读？哦，这2字食饱未食，食品的食，就食食对啊，食食就是台湾话咧讲的。饱半咱所食的喙食物，扣做伙咧讲，食食都要注意哦，咱这老大人，不管是咱公司台的新闻，拢嘛咧甲你报，甚至新闻的字幕拢嘛咧甲你写，2字食读做伙，头1字读白话，第2字读文言。就是食食，食食就是称呼普遍的，咱食落喙内才会喙食物，食食都要注意啦。过来，国情搁再记一个咧，你甲看，同款顶排咱先来甲读，这爱读白话，我读互你听。这句讲叫做自力，这里自力会自力袂自力的自，毋那干那自力才有通好用尔，自在袂调，原来这个字。搁有讲，较早的人讲自信，即摆人讲接信啦。同款这个字，下排咧，下排这就爱读文言音啊，这就爱读接待哦，有影呢国情啊。对，同款，这2排顶下字头1字，自力甲接待相接起来，2字读起来读，自力的自，接待的接，就自接咧，就是甲人自接啊。咱不是新闻字幕来看，嘛是同款。这2字虽然写法相同，读音无同。顶字读册音，读白话音；下字读文言音，所以自接。过来，国情搁再来记一个咧。今日讲了真欢喜，台语真正艺术。头1排读个做啥？动词读个做担水。第2排，咱名词读个做担头。
搁第3排咧，这是文言音哦。担水是动词，读册白话音。担头这我白话音，啊，毋过是名词。到第3排，这就文言音、读册音啊，讲做担当。好，啊，这3个词若扣做伙，大国政啊，毋得足复杂的，一点仔都袂复杂。所有会晓讲台湾话的人，我保证你拢会晓读。过来即句，你甲看，我相信你一个看就会晓读啦。对啦，看人担，毋知重啦。所以台湾话吼，深极深，事实浅也极浅。啊，就是啊汉字配合讲漂音的白话字，台语交破一字有侪音，汉字甲白话字互相配合，无分重头轻，安尼才会趣味。过来，若讲到牙笔写字，按古早时啊毛笔，咱听一直讲甲现代铅笔、万年笔。啊，毋过吼，永早伫咧荷兰介管台湾迄时阵，荷兰的传教士，伊若捌牙鹅毛来当作笔咯。相关这历史的资料，伫咧新港文书内底拢有记载。台南新市社内，这社区汉学班的学员，就伫咧台语文的老师安排，用鹅毛笔来写罗马字。实在讲，这学生拢学甲真趣味，嘛是真难得的经验。咱做伙来看卖。看到是大人，大家坐规排认真咧写字，斟酌一看，因爷毋是一般的笔，是鹅毛做的笔。这是台南新市社内社区和蚵仔班的课程，台语文老师带学员做伙体验400当前的人用鹅毛笔写罗马字的状况。有啦，真好写，嘿。啊，伊这吼，安尼尖尖啊，甲运来，就安尼甲写，写，做好写啦。咱来写这罗马拼字的，就是呢用鹅毛笔、鹅毛笔、鹅毛、带鹅毛用鹅毛笔呢运目接来咧写这罗马字这罗马字所以咱今仔日呢，这个活动是非常有特殊的意义的有这个意义。这可能呢已经400当已经无人安尼咧做啦，好嘛？鹅毛笔伫咧荷兰时期就已经出现，甲鹅毛写甲尖尖，运目接就会当用来写字。和蚵仔班的学员拢是头一摆体验，趣味佮新鲜。设计甲咱尖尖吼，写尖尖，才会当来较内底还会当存那个墨水你慢慢写，慢慢造出来，会当较持久呢，真好势呢，足巧的，设计的人足巧的。我们这个去找这个鹅毛人他刻意把前面这边修剪一下，还有中间有一个裂痕，刚好可以把这个上面的墨汁慢慢的流下去。有学员表示，鹅毛笔看起来软软，写字的时阵袂当伤出力，爱将喉口开力才写会好。伫社区内学台语文，阁有机会举鹅毛笔写字，互人感受古早时的记忆。和蚵仔班的学员拢讲是真难得的体验。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看一位作家江元庆，伊深入调查司法发生真侪冤枉的案件，头尾已经10几档。伊的报道文学的作品有一个系列叫做《流浪法庭》，真实记录出司法中间误判的案件。伊也促成台湾成立快速审查的这部速审法。今年53连奖文学奖特别颁予伊。伊讲一笔袂放落来，会继续写这个故事，互大家了解讲咱的司法到底有啥物款的问题。到哪天我写不动了，我没办法写了，谁来继续写？谁来继续写这些可能永无止境的冤案故事？一沓一沓的起诉书、判决书、侦查笔录等等重要的官方文件，是伊费心情收集、整理、解决冤案的重要根据。伊是江元庆2008年的作品《流浪法庭30年》，说出第一金行阿辉弊案3个起予司法审判耽误30年青春的真实事件，也促成台湾通过速审法。当我在开始追这个案子的时候呢，那是第100位法官的出现。我就从那个时候，我开始每次开庭我就去旁听，然后再去问这流浪法庭的这3位老人家，我去追他们家庭里面历经这件官司的痛苦、折磨。江元庆透过文笔描写司法案件的情景，讲出冤枉落狱的人，也有被告的家属沉重的心情。伊也讲出继续调查和继续写作的用意。我写书不是为了什么，我只是为了要改变，
不改变的话呢，我不知道哪一天、哪一个案子、哪一个人，他误闯了司法丛林之后，换他在流浪法庭30年。江元庆表示，《流浪法庭30年》这本册的精神，其实是伊伫咧政治大学传播学院读在职专班所写的司法无边毕业创作。理为义民，事为义察，所有的冤案里面，其实都包括了一些不为人知或者是难以让人体察的一些东西哈。有时候连法官都看不出来，好，或者是一般人都看不出来，但是他往往能够从那里面去找出那里面的一些美感。江元庆搁来推测司法改革的过程，就那亲像是加入去司法内底，经过一段孤单的旅途，让伊深深感受到法治教育的重要性。所以我始终觉得，判决书的浅显化绝对不是一个很简单能够解决的一个问题。今年56岁的江元庆摕到第41届吴三连文学奖，伊讲伊会继续书写，因为伊相信只有家者去互司法同误的人的故事记录落来，才会使互更较侪人认捌司法，促成司法改变。记者阿敏珍、张玉水台北报道。近来台湾的西部东北风长咧透，正就是放风吹的好时机。咱来讲中华鹿港，伫咧今年11月24要来举办头一摆的风吹节，以空中动物嘉年华当作主题，邀请台湾各地头放风吹的高人做伙来放大只的动物风吹。时到，阁有教人安怎样制作风吹活动，要让人客体会讲鹿港也有新的魅力。甲规束风吹线扣掉咧，大家走去头前去，落个风吹就特别起飞啊！大人囡仔甲各种卡哇伊的风吹，早来鹿港镇的立体体育场准备试放，替2019年头一届的鹿港风吹节做准备。结合我们在地的吉祥物啊，这个小鹿鹿有2层高的一个风筝，还有几关热门的卡通形成一个好像是童趣的一个风筝秀。鹿港因为外海，即阵开始吹东北季风，特别适合放风吹。今年头一届的鹿港风吹节，特别邀请各地30位放风吹的高人来遮表演放风吹。主办单位也规划真侪活动，要互民众家己做风吹，也体会放风吹的趣味。这也是我们今年鹿港首创的一个风筝节，也当讲在空中放逐很多的动物，好像形成一个嘉年华。古水的独管呀、虎，甚至连鱼啊，拢伫咧天顶飞来飞去。5花10色的风吹有影成人目。11月24特别伫咧鹿港镇的体育场盛大登场。鹿港镇的镇长希望会使透过风吹节的活动，结合鹿港的景点，互更较侪人看到鹿港迷人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看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翁山书记，这也是缅甸一个真正乐观的领导人。但正是讲，伊会亲身去到国际刑事法庭，针对人哋的指控，缅甸的政府将罗兴亚这族灭族这个代志来辩护。相关听证的时间是伫咧12月初10到12月12要来举办。缅甸国务资政实际领导人翁山书记拜三透过办公室发声明表示，会出席荷兰国际刑事法庭，针对缅甸政府涉嫌种族灭绝罗兴亚人的代志来做辩护。伊是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人，面对这款的指控是真罕快。这样指控是西非国家甘比亚向国际法庭提出来，指控缅甸政府对境内信伊斯兰教的罗兴亚人犯种族灭绝的罪，透过大规模的屠杀性侵，有意思要来毁掉罗兴亚的族群。CNN 的报道指出，有超过74万的罗兴亚人为着避免缅甸军方的暴力镇压，封闭走去隔壁国的孟加拉。缅甸政府阁派车去南边也要来接人，毋过却无人愿意回去。If the Myanmar government want to repatriate us, must give our citizenship to Rohingya identity. Number one. Number two is our original homeland. Number three, our safety and security. Their homes and villages have been destroyed. There are deep divisions between communities that remain unaddressed, and humanitarian access is inadequate. 翁山书记捌对抗缅甸军政府的独裁统治，1991年获颁发诺贝尔和平奖，毋过伊伫2015年掌权了后，就无过来为人权民主发声，嘛一直回避罗兴亚人的问题，声势实得真济。国际特赦组织阁撤回捌颁予伊的人权奖项。And I think it's a little
unreasonable to expect us to resolve everything in 18 months. 根据国际法定，针对这个案件的第一场公开听证会，会伫12月初10到12来举办。目本若真正去互定罪，翁山书记甲缅甸的国际形象一定会去受到影响。记者综合报道。风台行远近，气温的变化咱就看好真。北部21度到26度，中部23度到29度，南部24度到30度，东部20度到27度，金马平湖19度到25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